咱要礼拜前，咱做伙为着咱家己先，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求上帝安静咱的心。咱望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当甲主伫礼拜中相拄。咱只是我着要邀请咱做伙开喙，为着你家己来祈祷。对呀，主是的主，就安静你的心，在你的面前。我也要邀请大家，会当为着今仔日服侍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，咱求上帝来使用因，会当诚做上帝要使用的工人，将百姓带到主的面前，独独看见主。咱只是为着所有服侍的同工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，安静我的心。最后，咱要为着今仔日要来到主面前的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，咱求上帝提走一切的阻碍，互因会当紧紧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。咱只是做伙为着还未到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疼阮的主上帝，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。伫主国外的主日，互阮会当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。亲爱主上帝，阮只是要将所有服侍同工交托仰望伫主的手。主无论阮担任甚物款的职分，主互阮真正是会当有信心的感动，诚做一个人，将你的百姓带到主的面前，独独看见主耶稣。主啊，你甘纳阮所有的服侍，求你来引带。主啊，嘛要为着还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提起因所有的阻碍，会当紧紧来到主的面前，甲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求主你来保守带领。主啊，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你的信心也浸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今仔日会当独独甲主相拄。会当将主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成长。主，阮只是要陪伴阮家己来敬拜你，恳求你的信心临在。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就安静心来陪伴礼拜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这时，请咱三角起立来吟圣诗172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请咱起立来吟。这时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是怎样遐通意爱？人对我讲，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伫主日的早时，受竞选的囝儿，用欢喜感恩的心进入你的圣殿。要用圣洁的砖塔来敬拜俄罗斯。你想出我的恩典实在算袂了。你将所有的好物想出敬畏你的人，愿愿一生拢跟对你，做主忠实的信徒。恳求主的圣神，这时充满阮，清去阮心内误会。虽望阮受竞选成做你的囝儿，也阁因为阮的骄傲甲自尊。时常掠家己做大，无遵照主的教示，你搞掠主的生气。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过，互阮通继续行伫主所为阮备办的道路。过去2-3年来，全世界受 COVID-19 病毒的攻击，有数百万人丧失性命，也有侪人的健康、财产受到伤害甲损失。主啊，阮实在无法度明白你的旨意，也阁借着每一摆灾难，就阁一摆证明人的软弱甲有限。阮只有恳求主的怜悯，
感谢主的稳定甲听探，互台湾的疫情伫政府甲人民共同努力的下面，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。伫未来几个月，防疫的措施就会渐渐解除，生活也渐渐恢复正常。当今的世界面临动荡不安，侪所在受到水灾、火灾、旱灾以及风灾种种大自然的灾难。有的战争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安，粮食缺乏、物价波动，种种的灾难。当人类面临绝望的时，只有悔改认罪，求主的赦免，这个世界才会当恢复真正的和平甲愿望。久长以来，台湾也不断受到中国武力的威胁。当侪侪国家开始认同台湾的主权的时，求主示落怜悯，互所有的台湾人拢会当认同，拢会当挺这块土地，也除去意识形态的对立，共同来保护台湾。明年是双林教会迎旨设教110周年，当我咧备办侪侪庆祝活动的时，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伫每一个世代为双林教会差派传教者。甲历代热心服侍正信徒，为福音的缘故牺牲甲奉献，互双林教会传教的使命甲意向会当代代传承。阮除了用欢喜感恩的心来迎旨设教110周年，更加着思考双林教会对上帝国、对正教会以及对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所着承担的使命，互上帝的公义甲上帝国福音。会当遍传伫台湾每一个角落。这时，阮也要为兄弟中间、兄弟姊妹中间，既然身体欠安、心灵忧伤、失去亲人，也是拄着任何困境的，要献上阮的恳求，求主互因伫拄着各种试炼的时，无跌到惊吓，因为阮相信。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拢有主你的旨意甲安排。阮只要专心倚靠主，就会当对主领受教育的信心甲快乐。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这是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。这是咱三甲的启约，伫圣诗后面第十页启应文第8篇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烂。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样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箭保护我，将我放伫伊布片看捌的所在。当我的头壳得着压起，我要伫伊的布片献欢喜的祭。
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翕目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黄恁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圣经以上，愿咱拢照主教示咱的话来行。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，因要所吟的诗歌是修行的主宰。感谢圣歌队用这么水的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上帝。下面咱来共读圣经，记载因两个所在，拢是咧新约第一位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，现代中文译本329页，台语汉译本244页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
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。你伫侪侪见证人面前对我领受的教示，你也着交托，互你所信任会当教示别人的人。对基督耶稣忠心勇敢的战士，你着分担苦难。一个入伍的兵要争取长官的恶路，就毋通互野外代志颠破伊。一个走表的人伫比赛时无遵守规则，就袂会得奖。温群正做的做事人，应该大声享受所修成的美娘。第7节，恁着思考我所讲的话，因为主一定互你会晓悟一切代志。第2位的圣经是记载伫雅各书第5章第7节。雅各书第5章第7节，现代中文用本358页，台语汉字本266页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着忍耐，听候主过来看，做世人怎样耐心听候产你宝贵的土产，耐心仰望春林秋雨。圣经以上，愿咱拢会当照主所教示咱的话来行。下面要带咱今仔日的信息是咱的四牧师，伊所要讲。要领受的信息是属灵的儿女。第3讲，农夫属灵的囝儿做事人，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周报讲道的人无写毋对，就是蔡牧师。我也是代替伊来分享伊所写的讲道篇。因为蔡牧师伫前2天做了一个门诊手术，身体需要好好休困，所以由我来代替。愿上帝医治的心亲自甲。也愿的主上帝，愿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。伫主日的早起，阮是偌尔有福气，会当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只是阮恳求你的信心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阮伫遮会当拍开阮的心，有信心做工，互阮领受你的话，加做阮的帮赞。主，阮嘛特别为着蔡牧师交托仰望伫你，恳求你医治的心，甲伊做伙，互伊紧紧恢复，大有气力来服侍你。主，阮将阮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来做工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最近2礼拜，蔡牧师伫主日礼拜中有分享保罗对伫伊的属灵的囝提摩太的勉励。保罗分别用基督的精兵甲运动员来勉励提摩太。咱今仔日来到第3个譬如，保罗讲，骨力正做的正残人，应该大声享受所修成的物。伫圣经中，咱看到耶稣常常用葡萄园的工作来做譬如。耶稣用譬如甲咱讲，咱就亲像伫葡萄园做工的工人同款。今仔日，咱也要通过最残人的来学习，安怎伫主所授予予咱的葡萄园中最好的服侍。第一个，就是爱温群拍拼。大生一个做残人，一定爱有觉悟，一定爱真拍拼工作，因为所有正做的正残人，拢需要非常辛苦的付出。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民谣《农村客》，就是真实描写正残人生活的状况。蔡牧师有交代我，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唱第1节，来体会一下啦吼。蔡牧师特别有交代我，所以我就带大家来唱第1节就好。桃
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受苦无人问，行到田中园，行到田中园，为着过三顿，过三顿，毋惊田水冷酸酸。唱第一节就好。不过真重要，爱看第三节的上尾啊歌词。一个温困做工的、努力打拼的正常人，伊才会有成果。就亲像歌词上尾啊迄句：“阮的生活着快活。”是啊，若是有修行，生活着快活。但是假使是一个真贫大的正常人，就无可能会当得到好的成果。同款，属灵的囝儿要服侍上帝也是安尼，必须爱温困打拼，才会当有好的修行。牧师在观察一个人，是毋是会当互上帝来使用？毋是只有看伊做代志的成果如何，是要看伊做代志的态度是啥物。第二，做田人就爱仰望上帝。另外，做田人是看天食饭的，也就是爱仰望迄个掌管天气的上帝的人，会当讲是完全仰望上帝的人。属灵的囝儿也是安尼，一定是一个常常将家己的服侍放伫祈祷中来仰望上帝的人。常常拢有人会认为，要仰望上帝、倚靠上帝是一件困难的代志，所以真侪时阵，咱拢变做常常欢喜靠家己，或者是去超车倚靠迄个有权有势的人。各位，咱要安怎成做一个仰望上帝的人呢？牧师甲大家分享几个方法。第一，就是爱明白，上帝深深听着咱，上帝深深听着咱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要专心信任倚靠一个人，有三个真重要的条件。第一，就是爱了解。各位爱知，这真重要。咱就爱问咱家己，这个人是毋是有真正了解咱无？是毋是真正知影咱的心思、咱的需要、咱的状况？因为只有真正会了解咱各种的状况，才会当互咱得到真正有果效的帮助。第二个就是听，这个也是更较重要。咱就爱问咱家己，这个人是毋是有真正听咱？是毋是有真正有意愿意来帮助咱？伊若毋是真正听咱，有可能常常伊只是喙咧讲尔尔，伊心内根本就无打算要用行动来帮助咱。第三就是能力，这个嘛足重要的。咱也爱问家己，就是伊是毋是有能力来帮助咱？若是伊真正听咱，阁有迄个意愿，但是就是顾伊家己就袂赴啊，这对咱也是无帮助。各位，以上这三个条件拢真重要，是缺一不可。因为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咱，但是一点仔也无关心咱，安尼伊毋值得咱来倚靠伊。因为就算伊知影咱一切需要，但是对伫咱的需要无啥物感觉，无动于衷，安尼真正是毋值得咱来倚靠伊。如果一个人听咱，
却无了解咱，无了解咱的需要，无了解咱的一切，往往伊的帮助无下伫咱的需要，无的确会互咱陷入更较大的困境。还有，如果一个人伊了解咱，伊也愿意帮助咱，但是伊却无能力来协助的时，安尼对咱也是无路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要专心信靠上帝，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，就是咱要知影，上帝伊是监察咱心思意念的上帝。因为咱是伊所创造的，咱是属于伊的，所以上帝会当了解咱一切需要，伊听咱，也愿意用伊的大气力来帮助咱。当咱用有限的智慧去计划实现咱人生的计划时，有时拢会产生错误。但是全能的上帝审察咱的内心上深的迄个愿望，伊也明白什么是对咱的生命是上好的计划。所以咱只要专心仰望倚靠伊，一定会当得到上好的引带甲结果。第二，咱来确信上帝掌管一切。圣经甲咱讲，计划伫人，决定伫上帝。计划伫人，伫复合本圣经是翻译做心中的谋算，意思是讲别人所看袂到，藏伫咱的心内面迄个心思意念甲计划。各位，咱当然会当运用上帝赐予咱的智慧，咱会当去计划所有的一切。但是咱毋通袂记得，只有上帝会当决定这的一切是毋是会当成就。新约圣经耶稣捌讲过一个无知的财主的譬喻，有一个讲着安尼，有一个财主，伊有真济财产，伊家己心内就想讲，我无够影的所在，通囥这的，要安怎？伊就对家己讲，我要去更较大的仓库，通好囥我所有一切财物。等伊去了后，伊就对家己的灵魂讲：灵魂啊，你有济济财物，会通花享受济济年。即马开始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但是上帝这时却要对伊讲：戆人啊，今暝我要将你的灵魂调转来。你所备办的这一切，要归什么人啊？所以圣经讲，人心内有济济计谋，独独耶和华的旨意才会稳当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咱需要学习将家己所计划一切放伫上帝手中。圣经箴言16章第3节讲：将你所计划的交托上主，你就会当成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箴言16章第3节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要提醒咱，第一个，咱计划进前，爱先敲彻上帝旨意。伫咱要计划一件代志进前，咱先将咱规个计划通过祈祷交托给上帝，也就是咱要先来祈求上帝的旨意。当咱要计划进前，咱先通过祈祷安静咱的心，来敲彻上帝旨意甲感动的事。上帝伊会通过平安的心，将应允藏伫咱的心内。就好亲像咱伫公司内面，有当时咱嘛会受顶司的交托，来设计某一个工作也是计划。当咱做好计划了后，
咱就会当送去总经理遐，然后阁送去董事会去审查。如果董事会感觉即个计划真好，安尼自然就会通过规个计划以及所得到所有的资源甲经费的支持。总是，咱要怎样互即个计划会当真顺利来通过呢？各位，上好的方法就是爱先敲彻董事长的心意，然后照董事长的想法去设计。假使咱的设计是出自董事长的心意，咱的做法阁会当下伫董事长的想法的时，自然有董事长大力的支持，一定会当顺利伫董事会中受到接纳来通过，而且阁会当得到计划中上好的资源甲经费的支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的董事长，毋是任何的人，是上帝。咱生命的董事长是上帝，因为伊知咱所有的一切，伊也掌管一切成功甲失败。咱若是照伊的计划、心意去计划的时，咱若是照伊的规则去执行的时，自然就会成功。这就是将你所计划的交托上主，你就会成功的意思。第二，伫执行计划中，咱要倚靠上帝困难。当计划顺利通过了后，就爱去执行出来，才有可能成功。只有计划无执行出来，自然无成果。虽然咱拄则有掠条箴言16章第3节所讲的，将所计划的交托上主，你就会成功。但是伫执行计划的过程中，无保证咱就袂拄着困难或者是阻碍。但是上帝伊有应允咱，伊要加添咱困难。咱来看主耶稣的一生，就会明白，当主耶稣道成肉体，成做人的款式，要来完成上帝救赎人类的使命。伫规个过程中，主耶稣也不断地调整伊家己，来配合上帝旨意。伫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，迄段的记载，就是当耶稣伊知影要受钉伫十字架的时刻要到啊，所以伊就带学生到伫橄榄山来祈祷。总是伊的学生却无法度警醒来甲耶稣做伙祈祷，所以耶稣就家己一个人祈祷讲：“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这个苦杯甲我提走。总是毋是照我的旨意，就照你的旨意实现。”刷只圣经阁记载，有一位天使对天出现，来赞伊的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连上帝囝耶稣，当伊要照着上帝旨意来执行计划时，伊也会面对着孤单软弱的时。这时，上帝就差派天使来加强帮助伊，赞伊的力来面对伊所要行的路。各位，咱就抓牢这个应允，咱要确信，当咱在执行计划时，咱更加应该专心倚靠上帝。在面对困境、软弱临到的时，仰望倚靠上帝，上帝就差派天使来加添咱的困难。第三，计划完成了后，咱要归荣光给上帝。当咱的计划完成了后，咱要明白，咱会当完成这一切，
拢是上帝的恩典帮助所成就的，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。所以，咱国较爱将所有的荣光归乎上帝。第三，咱要接受上帝引带的脚步。圣经讲，计划在伫人，但上主引带你的脚步。和合本圣经翻译：人心计划家己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人拢会替家己计划人生的方向，甲事业的前途，包括咱所有短期也是长期的目标。咱人拢会当计划人生的方向，计划未来的前途。总是咱却无法度掌握未来环境的发展。雅各书的作者伊安尼讲。其实明仔日安怎，恁也毋知。恁的性命是啥物呢？恁原来是一阵梦雾，出现一下仔久，念味就消失。所以咱需要接受上帝引带。当咱无完全明白性命所有的一切，以及未来的道路，总是咱确信咱有上帝。伊会掌管咱的一切，这就是仰望倚靠上帝的意思。圣经安尼讲，无论做啥物事，拢着尊重上主的旨意，伊就会指点你行正路。头前咱有讲过，只要咱照着上帝旨意来计划、来执行，咱所图谋的就一定会成功。因为上帝有一个应允，就是伊的加添气力予咱。这个加添气力予咱的方式，就是引带咱的脚步，指示咱行伫正路。正常人的第三个特质，就是爱忍耐听候。圣经讲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恁着忍耐。等到主过来，看做事人安怎有耐心，听候产你宝贵的土产，耐心听候春林秋雨。作者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听候主过来的秘诀。伊用做田人做比喻，做田人将稻仔种伫田里。伊的心内就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有一天，伊所种造的稻仔会大汉，而且佫会开花结实，伊就会当有收成。所以每一天虽然需要付出努力温困来照顾这的稻仔，总是伫伊的心中是充满着气力甲愿望的。因为伊相信，伊的努力有一天一定会有收成，将来会当得到成果的这个愿望，互伊会当听候吞忍目前所面对的一切。听候虽然是艰苦恶得过的事，但是咱若知，这是有愿望的听候。就会当互咱的心有气力吞忍，来接受这款的苦痛，也会当用平安的心来迎接愿望的临到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甲咱讲，咱是有愿望的。主耶稣要过来的时间，虽然咱拢毋知。但是，咱若是用心来过每一天，用谨慎的心，利用这的时间来尽咱的本分，咱的信心就会亲像得到一张已经订好的机票。咱的手就摕到这张机票，咱就有愿望有平安。知影主耶稣得要来。
咱就要甲伊相见面，来得到主耶稣心心欢喜的欢迎，而且伊要对咱讲好，搁真忠的奴仆，入来享受我为你所备办丰盛的宴席。正常咱第四个特质，就是会当享受丰收。保罗讲，骨力正做的做事人，应该大声享受所修成的物。各位，保罗通过这节圣经节，带予咱一个对上帝来的应允，就是如果咱愿意付出，咱一定会先得到对上帝来的奖赏。就好亲像咱若是真辛苦建立一个花园同款，当这个花园所有的花大开，非常的水阁香的时，咱欢喜甲人分享，所以咱除了会当将水水香香的花送予朋友以外，兄弟姊妹，咱家己一定是比其他的人大声享受着花蕊的水甲香。亲像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60节记载，骨力正做的做事人，应该大声享受所修成的物。最后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公义信实的上帝，祈求上帝帮助咱学习过一种亲像福音花园中最工的工人的生活。第一，就是爱温勤努力；第二，爱仰望上帝；第三，爱耐心听候；第四，咱会当享受丰收，而且要将一切归荣耀予咱的上帝。愿上帝赐福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好叫阮会当进入伫你福音的花园中，来加做你要使用的工人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常常帮助阮，愿意操练阮家己，加做上帝看做好搁真忠的奴仆，会当互你来使用。主，阮搁一届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的手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88首，透早起也好静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加做这条咱平安心来奉献。礼拜，咱会当请咱兄弟继续为教会事工代祷、甲奉献。咱会当用网络刷卡，还是授权书刷卡，也是用银行的汇款、ATM 等等。划拨咱会当来关心教会继续为教会代祷甲奉献。主啊，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你赏赐予阮的恩赐实在算袂了。你也捌留一项好物，互遐会行正直、佮敬畏你的人，阮愿一生跟对你，将你所赏赐阮的财情、金钱、甲时间献予你，互主来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从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下面来报告，本周的特别事工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双年事工纪念主日，将咱兄弟时常为总会、中会以及教会各项双年的事工来关心、代祷，甲参与各项双年长辈信仰关顾事工，也鼓励双年长辈参与志工甲双年大学相关的课程。咱详细也为着咱的长辈的身心灵的健康来代祷。具体关怀：第一，本会会友陈美莹姊妹的爸爸志摩先生伫9月12日安享主怀，个别式已经完成，愿上帝安慰为足。第二，本会会友袁玲达姐妹伫9月19日安享主怀，必定伫10月12日上午10点，
伫台北市第一殡仪馆至真二厅举行日念礼拜，下要伫10月15日上午10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咱兄弟来关心来到参加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第三，本会会友孙志立弟兄、孙先生弟兄的小弟，刘兰妹姐妹的小姐，9月27日安休主怀，必定伫10月13日上午10点半，伫第一殡仪馆至真一厅举行一念告别礼拜。请兄弟关心来到，愿上帝安慰伊。再来补充报告，本会会友李怡玲姊妹，伫9月29日安休主怀，必定伫10月9，就是后礼拜日要举行告别礼拜。请咱兄弟关心来到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重阳敬老的一日游的活动，要伫10月25日。要到新竹来湾，费用本会在职会友满65岁以上的100块，其他的700块。报名请陈美仙干事。国宝郑州干专题演讲的系列，我真爱讲这个故事。我真爱讲这个故事。讲完是请郑养恩教授。10月初6到11月24，拢有8堂课，每礼拜4暗时7点到9点，伫10楼礼拜堂。详细咱来看周报第7页。报名当素芬干事来报名。报告以上，下面有祝福差遣，咱请施牧师。即是我伫遮要来举行中部大岛的同工的祝福甲差遣，即是要请中部有参与10月到12月中部大岛的同工会当出来，会当来头前，毋茫因出来，咱嘛会当鼓励咱还未参与的人，真欢喜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伫中部大岛的事工，互咱伫祈祷中看见上帝安怎行奇妙的事。来，咱来头前好无？即时咱要做伙来甲上帝誓约。恁是毋是愿意接受上帝祝福、差遣，委身伫中部大岛事工，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，是毋是愿意？恁是毋是愿意彻底遵守中部祈祷的时间？伫这中间愿意忠心参与，是毋是愿意？恁是毋是愿意遵守伫祈祷室内面为着教会事工，或者是个人的代祷事项，只有甲上帝沟通？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，所有的代祷内容必须人来保密。恁是毋是愿意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常年同会小会官兵。设立恁诚做中部大岛的同工，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的，常常关心伫即个事，尽力伫主的工，归荣光互上帝。阿们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会当有机会来参与伫中部大岛的事工。恳求你帮助阮，常常真心。伫代祷的时间，主啊，互阮通过代祷，看见上帝你要行济奇妙的事，祝福伫你的百姓。主，阮将遮的同工，搁一摆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来引带带领阮，互阮所做的荣光你的名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向后转啦吼。大家甲因鼓励啊，毋茫有一天，咱家己也会当诚做中部大岛的同工，请回座。
接着，我要来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甲咱做礼拜兄弟姊妹。我遮有一对夫妇，简春龙、郑雅珍夫妇。请问坐伫倒位？伫上后壁吼。咱真欢迎欢迎来到咱的中间。等下礼拜结束了后，有新朋友的同工会接待恁愿上帝赐福恁。这是咱做伙来牧友代祷。还有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？有好，那等下咱嘛邀请咱的同工爱来接待咱的新朋友，好，咱欢迎。有无？好，咱即次来做牧友代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知你听阮，你也知影阮所有的需要。主啊，阮要搁一摆，将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处理有人死失的，主阮恳求你来安慰因的心。主因阮知，因拢属伫你，因也知影，因会当安息伫主的怀抱中，享受永远的福分。主你着互遮的家庭所有的成员会当得到安慰。主啊，我嘛要将阮中间来的遮的新朋友，搁一摆交伫你的手，通过因参与伫礼拜，主啊，你的信心来望着因，来帮助因，互因会当体会上帝你的恩典，也祝福因头前的路。主，阮搁一摆伫阮将阮中间，若是有身体欠安的，心内软弱的，也要交托伫你，恳求你安慰的神、医治的神，会当临到伫阮，互阮常常倚靠你。当阮伫艰苦的中间，阮知我无孤单，因为上帝你要甲阮同在。主，阮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、甲阮的家庭交托仰望，恳求上帝引带带领阮。互阮会当行伫你的心意的中间，互你来欢喜，因讲你的名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去入来吟新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吟诗了后，请四牧师带咱祝祷，请咱起入来吟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当恁着领受对上帝来呼召恁进入的福音的葡萄园工作的使命，转到你的厝，会当为着上帝做水的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、信心的感动甲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
灭道声温，强受切恳。